看到的是我们的阿美族太巴郎天意文化艺术团，带给大家的是我们的远古传奇。 谢谢我们的阿美族太巴郎，也是我们的天意文化艺术团带给大家精彩的表演，非常感谢他们。啊，一大早哦，真的坐第班火车来到我们的现场就开始哦。这老师也辛苦了，其实老师真的，老师在哪里？老师跟大家挥挥手，谢谢他，真的，一大早的火车啊，真的，然后呢，赶快来接他们哦。所以我的衣服也是一大早的穿，好不好？